有冇試過交易時好暴躁？情緒化嘅交易嘅往往都係輸錢嘅原因。你望住個熒幕咧，總係會手痕啊、心痕啊，想做一啲買賣啊，但係明明入場信號都冇，你就胡亂開始做一單交易嘅。升嘅時候就覺得自己係股票交易天才，超越其他庸俗嘅散戶，覺得自己係柳宗元，唔與賠柳為累。但係其實只係同大部分人一樣，自視過高，結果有賺嘅時候唔識走，又或者因為想貪盡所有利潤而亂咁 stronghold， 結果呢就係輸錢。但係最奇冧怪嘅就係你輸錢嗰陣，又會俾好多藉口自己，好多無謂嘅信念，覺得最後都係升翻，但係最終都係損手爛腳，跟住落嚟成日心情都好差，好暴躁，因為你接受唔到失敗，接受唔到自己係錯。但係你想停止情緒化交易，想提高勝率啊，其實好簡單，建立交易系統，寫低你嘅交易日記，堅持每次交易時都打開嚟睇一睇，你會發現自己可能唔會再做咁多無效嘅操作。相信我，最終就會邁向勝利嘅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提升個人思維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按埋個鐘仔。我係 New Type 員阿龍。